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大家好，成哥，聽日有啲咩心水呢？嗱，聽日咧就有3場啦，都係不過到季尾咧，其實大家咧要贏嘅馬都贏得七八八㗎啦。不過有時臨場啲飛咧落得行咧就可以跟進下嘅。而家到季尾咧就買啲係未有表現嘅馬，就希望贏，即係幫啲馬主係未開齋嘅馬去搏搏咯。咁都係買啲未開齋嘅馬，可以去跟進下咯。咁由第2場開始啦，第2場咧就買2號同埋1號就單 Q 或者買埋位置 Q 咯。2號咧就係波爾多，就係蕭伯斌嘅。咁呢隻馬好似今年都未交代過，咁可能要交代。咁客家之光又係咯，尤其是沈澤成馬房，自從隻浪漫勇士有咩差池之後咧，開始佢馬房咧就開始都係弱咗啲，所以都要搏嘅咁嘅意思。咁去到第6場啦，咁第6場咧就係應該係呂健威嗰2隻啦，理論上係手機標霸同埋5號嘅手機標霸同埋隻6號嘅包裝天象咯。咁呢場又買正 Q 都得噶啦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你話覺得呂健威有機會呢條 Q 咧，咁3重彩會唔會去埋咧？隻合夥奔馳咁樣嘢大家諗諗啦，意思。如果買3重彩就可以買塊呂健威3隻咯。咁啊去到第10場咧，咁就買翻10號啦。龍城精準又係好似未交代嘅馬，又要跟多下啦，就10號嘅。跟住咧就拖翻隻8號嘅閃光燈啦，閃光燈啱啱升班，咁呢啲馬有嘅正常，呢隻馬有實力嘅，咁可能跑翻位置啊，或者係不過正常嚟講咧 ，Win 咧就應該留翻下一季㗎啦，因為下一季丁冠豪都要留翻啲馬下一季攞下啲限制賽啊，咪到時出年又唔夠場數又要跑數，咁啊鐵金剛就係團體馬咁。一定搏嘅，贏咗今年又未交代過。咁呢場咧就係10號做膽啦，龍城精準為拖翻隻8號嘅閃光燈啦，因為始終呢啲側身馬，跟住9號嘅鐵金剛啦。今日就係咁多啦，咁希望大家季尾之前可以贏翻多少少啦。好多謝晒，好，拜拜。